高雄好体公园有要200公尺的步道是严重损害，当地人讲这就是半冬前三道里风台甲扫歹的，到当时还未修复。也那市政府是来回应讲，会当抢修的部分拢已经完成，剩一段就是因为真侪丛树仔拢真老，而且呢这树头嘛真粗，所以修复会加较高工。这里已经决表会赶紧来处理。 志兴道的北旁看到会当放一支手机啊，另外一搭路边悬悬架架，也有这大粒的树头出现伫咧步道顶头。这是去年3道之风台了后造成的情形，到今也未修复，规站人行道看起来是坎坎坷坷。会错以为是要留下什么痕迹，要让人家去追到还是什么的感觉，觉得就是不方便，因为常常走到这里就真的要改道，很重要，因为。 这个是高雄市市区的中心最漂亮的地方。高雄三民区宝华公园步道一路升路到民生路段，这公行街上界严重，现场抗塑胶笋警示，早暗真侪民众来遮散步运动，也因为生活机能真好，红叫做高雄小天府。这步道损害已经半年拢无修复，也互民众无法度理解。玉成桥跟明城桥会有改造的工程，要做那个民众清水。 又碰到这个3头台风，就想说一起，改造的部分一起做这样子。那这个工程也在114年的1月24号，我们就上网招标，历经多次流标，才在4月22日决标。 市政府回应讲，这宝华公园第3道之风台期间受损严重，水利局迄当时2天来完成初步抢修，把14搭倒去的树坑补起来。目前村内拢是树根较大的区域，需要透过工程来改善，搁当着流标，已经决标啊，会赶紧来改善工程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